这里。我们要从头来唱，我们知道今天人还没有那么多，我们要提大声来唱，可以吗？在基督里，死里复活的，再大声一点，来赞美我救主的生命。若有人忍耐到底，已经胜过一切恐惧，来就跟我灵魂的救主。谁与我同行？谁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天地，恩典能力，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天地。我们再说一次，谁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天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天地，神正在这里。我们一起拍手。再没有事能拆散我们，神与我同行。再没有事能夺走一切，神与我同行。再没有事能取代耶稣，神与我同行。不惧怕，不羞愧，各自都与他同行。我们一起宣告：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天地，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天地。谁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天地，恩典和能力，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天地，神正在这里。我们一起拍手。哈利路亚！神正在这里，神现在就与我们在这里，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与每一个人来敬拜。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神现在就在这里与你一同面对面，让我们的敬拜不单单只是唱出来的歌词，或者是一个桥段、一个环节。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当作是一个祷告，将歌词唱到我们的心里，让歌词成为你与神的祷告，让我们在此时此刻，你与神一对一的面对面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他。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主，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令，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
交给你。我不是靠自己的意念，主耶稣，乃是靠你。主耶稣，你所赐给我的道路，主耶稣，你赐给我的话语，主耶稣，愿我一生都可以走在主你所预备的道路上。
事，使我能成为，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是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把美好的晚上、美好的聚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亲爱的阿爸父神，恳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今天或是过去这个礼拜遭遇什么样子的疲惫，或是遭遇什么样的困难，让我们知道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害怕；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靠主得胜，我们就能够刚强站立得稳。再次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奉献在上帝的手中，愿上帝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你要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今天晚上上帝要与你同在，今天晚上上帝要与你同在。 Tonight God be with you. Please be seated.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第8章第1节到第8节。那我来读单数节，好，请大家来读双数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3个家。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赐给你有3个家。第一个是自己的家，上帝的家，天上的家。好，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呢？是从你开始进入婚姻的那一天，你就开始有自己的家。什么时候有上帝的家呢？好，当你受洗成为上帝儿女的那一天，你就进入上帝的家。什么时候有天上的家呢？绝对不是你踏进棺材的时候。天上的家呢，是你现在就开始在建造。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让我们透过提摩太前书到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好像不太听我的。提摩太前书到提摩太后书呢，好，我们来学习这3个家，好，就是自己的家、上帝的家、天上的家。请大家说一次。自己的家、上帝的家、天上的家，怎么样管理好这3个家呢？好，自己的家，还是不行。自己的家呢，好，就是我们要看重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家庭关系。而上帝的家呢，就是我们要做属神的人，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根基。而天上的家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追求上帝的公义国度。还有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荣耀，所以这3个家，好，在我们人生当中，好，我们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花很多的心血。可能你觉得这个离你很遥远，或是觉得这可能是将来的事情，但是不论如何，你都要认识，你必须要有这3个家，而
而且都要做好管家。好，再跟另外一个人说，我们都要做好管家，我们都要做好管家。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有好的夫妻关系，你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好的爸爸或是一个好的妈妈。你一定要学会知道怎么样让你的家庭关系是全家人。好像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我们有一个全家一起来做礼拜的家庭，好，就是我们这个 Patrick 好的全家啊，好 whole family， 好，这是一个家庭关系。好，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好，而不是我们的家是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好，而是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家。好，那上帝的家中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先成为一个做属上帝的人，而且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为什么而征战，要怎么样去奔跑、去竞赛。好，那个打仗的意思也是赛跑，而且呢，我们要让上帝的家，好，用上帝的家来为我们天上的家打根基。我们有没有办法不透过地上上帝的家，而能够为天上的家打根基呢？好，或许有，好，但是我不晓得。但是上帝是透过我们在上帝家中，就是教会的服事，来奠定我们在天上家中的产业。好，所以在教会中的服事很重要。好，因为呢，它是我们天上家中的产业。而他有提摩太，我们今天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是保罗他的最后一卷的书信的最后的一章啊，好，最后的一段话。而他写完这一段话之后呢，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保罗任何的书信或是任何留下来的话，所以可以说是公认好圣经当中这个使徒保罗的遗书，甚至最后的遗言啊。在他最后的遗书遗言之前呢，好，他讲了一句话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好，所有的经典，好，圣经就是经典，是上帝的呼吸。好，那个 breathe 好被翻成默示，就是上帝的灵所感动的。上帝他用他的话，上帝怎么创造这个天地呢？好，上帝说要有光，然后呢就有光。上帝是不是先跑去设计一个灯泡，或是上帝先去设计一个发电厂，然后才有光呢？不是，上帝是用说的，他用他的话创造天地万物啊。而我们呢，是借着遵行他的话来建造天上的家。好，所以我们一起说，把上面这句话一起说一次：上帝用他的话创造天地万物，而我们遵行他的话来建造天上的家。如果你期待要建造一个天上的家，你一定要学习去读，并且去明白，而且还要去遵行上帝的话。所以保罗问了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呢？”好，所以请问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你的圣经是跟爸爸妈妈学的，请举手。有 ，OK，good， 好，请这些举手的人请举高，我来看一下。好，君毅，还有 Linda， 好，还有博成，好，还有陈鑫，好，还有信如，好，对，很好，好，还有木轩，好，你们的爸爸妈妈好会教你们读圣经，好，那这是很棒的事情。好，有一天，好，当你当爸爸妈妈的时候，好，也要教你的孩子读圣经，好，而不是让你的孩子去主日学，好，去学圣经，不是让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学，然后让主日学老师来教他读圣经，而是你就可以教他读圣经。而且呢，要教到什么程度呢？让他明白圣经，对这本圣经呢，好，他能够 know why， 也能够 know how， 他能够知道圣经为什么有圣经，为什么上帝要告诉我们这些的话。所以，当我们学习圣经，上帝就说可以让属神的人能够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好，我们上礼拜说，上帝的家就是需要属神的人。而提摩太后书讲到，这个上帝家中属神的人呢，他能够 equip， 好 ，equip 就是他能够被装备，好，他就是能够不管是军装好，或是武装好，或是他所有的装备呢，都能够装备好之后呢 ，for every good work， 好，能够做各样的好的善功和善事啊。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他能够被装备做各样的善事？因为他读了圣经，
好，所以我们来念提摩太后书3章16节第一行华语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好，中间台语的要不要来念看看？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好 ，English.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好，所有的圣经，好，所以包括旧约，包括新约。好，有时候我们读新约就已经读的安尼母萨萨，好，什么叫做母萨萨？好，就是读不通。但是呢，还有旧约圣经中的话需要去学习，所以怎么去 know why know how 去明白所有的圣经是上帝的 breathed， 是上帝的气息和感动在这个当中，然后让我们可以teaching， 或是被责备，或是被 correct， 好，或是我们被 training， 然后 equip， 好去做各样的善事呢。好，所以今天牧师要很简短的透过提摩太后书，好，这3件事情来跟大家，或是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在将来天上的家，好，天上的家。好，所以在刚才3章16节完了后面呢，好，到17节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接下来下一句话，好，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1节啊。好，这第4章第1节呢，好，他说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f Christ Jesus, who will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and in view of His appearing and His kingdom, I give you this charge。上帝说，好，保罗说对提摩太说，在那一位上帝还有耶稣的显现的面前，我要告诉，还有那一位将来要来审判活物和死，所有活的和死的，还有将来在那个看得见的显现的 view 当中，还有他的 kingdom， 他的国度要来到的那一位，好，我要吩咐你啊，好，我要嘱咐你下面几件事情，好，就是等一下牧师要分享的。这里保罗先提到有3件事情，就是将来上帝的国、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显现。这3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主祷文最后，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不是最后，因为国度，然后呢权柄，然后呢荣耀，好，都是你的。好，同样这3件事情，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权柄，好，就是审判；他的荣耀就是他的显现。在主祷文的最后，就是告诉我们将来在上帝天上的家，我们要明白上帝如何的，什么是上帝的国度，什么是上帝的 judge， 什么是上帝的 appearing， 他的显现呢？第一个，上帝的国度就是要传福音，落实上帝国。请大家说一次，要传福音，落实上帝国。好，4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要传福音，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都要传，用最大的耐心劝勉、督责、鼓励、教导。上帝告诉我们，好，要去传福音，要去 preach。好，你要把这个 gospel， 好，你要分享出去，不是把它藏起来，不是把它放在柜子里面，不是把它 storage， 你是要把它 preach， 是要把它传递出去。不论 in season or out season，out of season， 就是在可以传福音的季节，或是不能够传福音的季节。什么是传福音的季节？譬如说到了圣诞节，很多人都想要来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容易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时候是不容易传福音的季节？好，可能到了清明节啊，大家都要去扫墓；可能到了农历过年。但是呢，在圣经当中，除了 season， 他还讲的就是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有时候基督教好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好，可能像之前的这个Jamie Lin 好林书豪好。这个他以一个基督徒的台湾基督徒的Taiwanese 好的 Christian 好在 NBA 好，然后大家看到他哇就疯狂的好，看到他居然能够在美国的 NBA 好出人头地好，然后叫做这个林来疯好，
好，所以呢，大家都看到哇，基督徒可以像这样子，大家都很想要来成为一个基督徒。好，但是这是得时的时候，但有时候呢，可能基督徒刚好做了相反的事情，是做了不好的事情，然后被大家都认识，被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好，哇，这个教会怎么可以这样？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好，那就是不是 out of season， 好，就是不得时啊。但是呢，不论在得时不得时，都要 preach， 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人。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得时不得时都要把福音传给人，得时或不得时都要把福音传给人。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人呢？保罗说，用你最大的耐心做好这3件事情。好，就是专心忍耐、教导、责备、警戒、劝勉。好，我们说一次：专心忍耐、教导、责备、警戒、劝勉。不论是你觉得现在传福音很简单，怎么随便传，人家就随便相信？要不要来教会？好，他就跟你来教会。要不要来教会？是不是传福音？好，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传福音，这是一个传福音的 beginning。但是呢，传福音是告诉他认识耶稣是基督 ，Jesus is Christ。好，就是帮助他去认识这位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这才是告诉他福音，告诉他好消息。邀请他来教会，好，只是一个开始。好，但是呢，有时候你要邀他来很容易，但是有时候要邀请人却很困难。要不要去教会？我很忙。要不要去跟我一起去做礼拜、去小组？我明天要考试。好，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露营，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不行，我家里有事情。有时候传福音你会觉得很困难，要带领人来教会很不容易。但是呢，要用最大的耐心，好，用最大的忍耐去传福音。好，就是不看环境，也不看身份，也不看地位啊。有时候环境呢，就是好像传福音一定都要我考上高中之后，我才可以在这个高中里面好好的传福音。可是上了高中之后，就想说，等到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可以好好来传福音。上了大学之后呢，又开始想说什么？等到我考上研究所之后，好，永远就会有一个 next and next， 就有一个下一步，好，而不是现在我就可以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怎么样？我现在不论是国中，甚至我现在是一个国小学生，我可以怎么样去传福音？不用等到我3年后，不用等到我将来毕业以后，不用等到将来我结婚之后。而是我现在就可以传福音。好，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现在就可以传福音，我们现在就可以传福音。好，牧师曾经有学习过去传福音。好，譬如说在公车上面，我也曾经在公车上面就拿着一本4律，然后就就在旁边公车旁边的人，然后就看准了他，好，把他坐在里面，我坐在外面，好，他就走不掉，好，然后呢就开始发现他好，他坐在里面之后呢，就默默拿出一本4律，好，然后就开始跟他搭讪，好，说你好，请问你有没有听过属灵的4个定律？好，那个都是好几年以前，好，那整本念完之后呢，他也跟着我做觉知的祷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并不够，好，你只是带领他认识了。听完这个4律，可是下了公车之后呢，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再去教会，他的信仰后来怎么样，我也不清不楚，不明不白。传福音好是要你能够陪伴他，是要你能够带领他，陪伴他，让他能够来到教会，而且来到教会之后，他还要能够受洗，好，他还要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受洗之后呢，他要能够开始能够起来服侍，起来服侍之后，他还能够开始去传福音。到他能够去传福音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结出一个果子来哦。好，就好像你是当了爸爸妈妈，生了一个孩子，不是生了一个小 baby 之后，哇，就没你的事，好，拍拍屁股人就走了，小 baby 放在那边，他自己就会自身，自己就会长大。有时候在公车上面传福音给一个人，我好像带领信耶稣。我下了公车之后，好，你后来怎么样呢？都不关我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好像，生出了一个属灵的婴孩之后，结果离开火车，离开公车，这个属灵的婴孩后来怎么样呢？
就不晓得了。有没有人在喂他呢？也不晓得。他会不会等一下就一下车之后呢，他就被这个其他的洪水猛兽魔鬼吃掉呢？然后他可能又离开上帝，觉得上帝在跟他开玩笑。好，今天叫个人来跟我传福音，后来都不鸟我，都不理我了。传福音是要用最大的耐心，保罗说要专心忍耐，你要陪伴他，你要忍耐他，你要教训督责，好，你要责备他，告诉他什么是圣经说的对的，好 right， 好，什么是不对的，好，你就要 rebuke， 就要 correct， 好，就要去纠正他，而且呢，要去劝诫他，鼓励他，到他能够长大成熟的时候啊。好，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好，你能够继续在这边成为基督徒，今天你能够在这边聚会，也是因为有人把你从属灵当中生了出来，成为一个婴孩，然后陪着你，看着你长大，到你今天你是自己来聚会，而不是被叫来聚会的。所以传上帝的福音，好，是一个把上帝的国度宣扬出去。所以我们都要成为别人属灵的父母啊！好，所以再跟旁边人说，我们要成为属灵的父母，我们要成为属灵的父母。当你成为一个爸妈，你就有第二件礼物，叫做权柄 （authority）。我们所以是 authority。你好，所以这个Patrick 跟 Linda 好，他们是 parents。好 ，parents 就有 authority。妈妈说来，好，可不可以不来？不可以不来，不来的话，等一下就怎么样？好，等一下就没有饭吃。好，爸爸说去，可不可以不去？好，不去的话呢，好，可能爸爸他就这个月就不给你零用钱。我们就有一个权柄，当你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你也拿到这个 authority， 你有一个权柄，可以做传道人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属灵的婴孩、属灵的种子，好，把它培育起来。我们来念第3节和第4节哦。时候将到，那时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随从自己的欲望，抱住拜人为师，好来满足他们发痒的耳朵。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却倾向荒唐的传说。好，这个阿黑阿拉尼。好 ，Would you please read the scripture in English for us? No? Okay, Kanali, could you? Okay, Kahekili, please. For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people will not put up with sound doctrine. Instead, to suit their own desires, they will gather around them a great number of teachers to say what their itching ears want to hear. Okay, good job, thank you. Okay, Kanali and Ahialani, you can do it too. Okay, no problem. I trust you. 时候将到，好，人会拒绝圣经。健全的教育就指这个整本的圣经。人呢，不想要看整本的圣经，人想要看什么？最好是那个金句卡，一天就读1节的金句卡。耳朵发痒，哈 ，itch， 好，耳朵为什么发痒呢？他觉得想要听一些他没有听过的话，他想要听一些他没有听过的道，然后呢，满足他们好的心发痒的耳朵，甚至呢，哇，台上的牧师呢，能够讲的比那个科幻片好，比那个威曼好的还要夸张越好，好，能够讲到哇，让人痛哭流涕啊！这个是在圣经当中，保罗他就告诉提摩太，人呢天生就倾向没有办法去读整本的圣经，但是呢，你会想要去读整本的圣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好，你不是普通的人，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你会读整本的圣经，证明你不是普通的人；你会读整本的圣经，证明你不是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去读这个 whole Bible， 好，他没有办法去读这个整本的。但是因为上帝的灵，上帝的 breath 好在我们的身上，上帝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话好，哪怕是打开这一章、这一页、这一节，你会觉得你对上帝的话好奇，你想要去认识，你想要去思想，
你想要去明白更多，这证明了上帝的灵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好，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权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去读这本圣经？好，是因为上帝把权柄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时候将到，人会拒绝健全的教义，会随己欲来拜师，好找老师，然后满足他发痒的耳朵，还会甚至掩耳不听。好，他不要听，我不要听。好，倾向什么呢？他要听的是荒唐的传说，他想要听那些像故事一样好听的，越玄越好，越神奇的越好。当我在讲到这一些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去思想明白，健全的教义跟荒唐的传说，哪一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健全的教义。那换句话说，好，吃这个嗨酒，好，跟吃这个五谷杂粮，哪一个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嗨酒，好，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好，所以呢，这个经节呢，好，就证明了我们都是一般人了。好，我们还不是那个还不是那个，我们还没有脱离。我们会想要吃甜食，我们会想要吃零食。好，刚才聚会前我就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呢，哇，好开心，拿着一盒冰淇淋就走进来。好，走进来教会，好说，哦，你在吃冰淇淋，他就笑得很开心。好，我也知道吃冰淇淋好吃，但是呢，上帝的话可不可以变成冰淇淋呢？好，也不是不行，好，而是需要我们怎么样去发掘这当中的趣味，去发掘这当中的美味啊。所以在圣经当中也有先知里面好说，他吃了上帝的话，本来是像那个热火的炭。好，上礼拜天我们去烤肉，好，在那边点那个火点很久，可是点起来之后，那个热火的炭，你有没有可能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呢？好，但是呢，那个先知以赛亚却是用那个上帝用那个炭来好，就是来捂着他的嘴啊。然后呢，先知以西结说，他把上帝的话，他看到一个飞行的书卷，然后他就把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他发现居然比蜜还要蜂蜜 （honey） 还要甘甜啊！好，就是那个滋味，好是这样。真正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的，不是你吃的第一口，好，有可能是像是苦瓜。好，当你吃的苦瓜，好，喜欢吃苦瓜的人请举手。哎，有哎，好，请放下。苦瓜呢，好，当你在吃的时候，可能觉得很苦，可是当你越吃，好去品味的时候，哎，发现后面你可能会吃出一种甜味，好，吃出一种甜味，哎，这个就是你味觉上面的改变哦。所以好像摇头表示你还没有去品尝过，好，你可能第一口就被吓到。读圣经也是一样，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吃得很辛苦，可是当你去细嚼慢咽，好，诗篇第1篇说昼夜思想。就是把上帝的话慢慢的沉淀，好，这就好像我们在看数学，好，你在学数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数学很难消化，可是当你开始可以消化之后，哎，你可以开始熟练之后，好，你每做一题数学题，哇，你就拿到数学题就会怎样，越做越有趣，越做越兴奋，好啊，这个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你的数学好不好这样子了。如果你像木轩的数学这么好的话呢，好，你可能拿到数学题目，好，你可能就会哎呀，又有新的题目，好，会想要赶快，好，我随便举例的啦，好，你就想要赶快，好，再来看一下，圣经也是这样，而就代表了我们有了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好，是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上帝的话。好，在这边有一张图，好说呢，很多的人在教导上帝的话，他的权柄呢，好是跟错了这些人，好，这些人看起来像是牧羊人，可是呢，他却是满足人发痒的耳朵，他其实是一个凶暴的豺狼，他的电风扇吹的叫做异教之风，他身上是披着羊皮，而且他吹进来的风都是异端的风。然后呢，以上帝的名来说上帝没有说过的话，甚至他手上所宣读的是捏造出来的话。最后他在推销
他在贩卖的都是发烂发臭，好，那都已经腐烂掉的果子，好，是坏的果子啊，是不能吃的果子。因为我们的权柄没有看重，上帝已经给我们权柄，能够来读上帝的话。上帝已经给我们有这个 authority， 我们能够不是只有去读，我们还要去 preach， 我们还要去宣扬。可是呢，我们都是只有在听，而且呢，用我们的耳朵去听自己想听的，我们没有尽我们自己的职分哦。好，所以上帝给我们的 ministry， 但是呢，我们却都是送给别人，跟着别人，以至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好，就是有假教师的问题。第4章第5节，我们来读。至于你，一起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谨慎，要忍受苦难，做传道人应做的工作，忠心履行你侍奉的职务啊。保罗说：好，我们要去 discharge， 好 ，discharge 就是你要把这个 duty 好，要把它全部的把它做完，好，要把它完成。好，要把它解除掉。好，我们本来是有这个 on duty 哦，好，这个 duty 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你要 discharge 它，就是你要把这些的 duty 呢，好，全部的都要把它完成掉，好，就是解除掉，好，就是 discharge。做权柄呢，就是上帝运用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去把我们所消化、所得到的，然后能够去 preach 给人。他们去 preach 给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 ministry， 就是我们能够去做传道人做的工作。刚才讲到属灵的爸爸妈妈，所以你当一个属灵爸爸妈妈，不是只有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给他零用钱，好，还要为他祷告，还要陪他读圣经，还要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他，让他也能够得到这个 authority， 好，这个权柄。当你有这个 authority 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怎么样去应付每一种情况啊。昨天牧师接到一个讯息，一个长老传来的说牧师有个会友这个姐妹呢，姐妹的妈妈她做了噩梦，梦到很多蛇来，然后她就好像是被鬼附，然后就是精神就开始失常，不能睡觉，然后要送去桃园医院，怎么样就很辛苦，然后医生又说她没事，好，那怎么办？她现在就很紧张、很慌张，甚至呢搞得这个家里面呢，好，关系都很紧张，连这个女儿都想要离家出走，好，然后都想要坐火车去海边，好，去结束她的生命，到这种程度。我说怎么这么严重？好，我们赶快说如果可以的话，昨天我们晚上就去，如果晚上太晚的话，那我们就今天早上就去。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一大早就去到他家，好，然后就邀了3个长老，然后还有执事，好，我们就一起去他家陪伴这个家庭，好，跟着妈妈祷告、唱歌。然后呢，为他祝福做洁净祷告，祷告服侍完之后呢，好，服侍完之后呢，就开始跟他聊，好，聊完之后说，你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原住民的身份，好，他是一个阿美族，好，阿美族。跟他说你是阿美族我知道阿美族都是妈妈最大，好，是母系的社会好，跟一般的社会不一样，阿美族是妈妈最大，好，然后呢，所有都听妈妈，而且是跟着妈妈的姓好，那既然你的妈妈好，她发生这个事情，好说她梦到蛇，那我就问这个妈妈，好，她妈妈快要80岁，说你梦到蛇的时候，这蛇长什么样子？她就说这个蛇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很漂亮。我说那这蛇有几只？她说有3只。我说这蛇有没有咬你？她说蛇没有咬我，好，但是蛇在我前面。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好，蛇呢，在圣经当中，好，蛇虽然代表是不好的，可是蛇呢，在原住民，好，在阿美族或是其他的原住民族当中呢，蛇代表什么？代表大餐呢，好，代表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你们都没有，好，牧师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对啊，我们有啊，我们有原住民朋友啊。好，你不晓得，因为你没有在部落长大。如果你是住在部落长大的原住民呢，看到蛇就好像看到一顿这个会走的牛肉面一样。好，赶快就是想办法把它抓起来，好，然后把它抓起来扒来吃。好，这个是高级的美味哦。有人喜欢吃蛇肉。好，他就开始分享对他们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看到很多蛇，
说那你不会害怕，好，那你也不用担心。你梦到这个蛇呢，就表示说，好，上帝可能要赐给你很多好吃的东西给你。好啊，这个妈妈阿嬷呢，她就很开心，好，在那边笑。我就告诉她的这个女人，所以你不用为了这些事情，好，然后跟你妈妈搞得这么紧张。好，有时候呢，上帝他可能会透过一些的方式，透过一些的作为，好，但是我们要去明白，而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 authority， 有这样的权柄，你是可以用上帝把不好的事情，也可以把它变成好的事情。阿们吗？上帝可以让那些让人觉得很害怕的事情，但是因为你有上帝的智慧在你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人家所认为是不好的，好，过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些被钉在上面的人，哪一个是人家会给他拍手？哪一个人是会给他掌声的？可是呢，今天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有多少的人好给他拍掌？有多少人好对他喊着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这个坠在十字架上的囚犯呢？但是在世人所看作卑贱的，上帝却让他成为尊贵的。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去运用。最后，对不起，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样的权柄给了那一些的假教师啊。上帝要我们学习做一个真正的教师，而不是假教师。假教师他只会讲部分的。好，我今天分享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然后就用这一节。提摩太后书的前面第1章讲什么，他不知道；第3章讲什么，他也不晓得。可是呢，他就只知道这些，只讲部分。真正的教师会讲全部的，不是只有讲第1章、第3章。他讲的也不是只有新约，他也讲旧约。他要让上帝的话是健全的教义，整本的圣经。假教师讲人喜欢听的，因为人就是本身就是耳朵痒，喜欢听这些好荒谬的好传说。但是真的教师都会叫你做一些事情是你最不想做的，要去饶恕啊，要去跟你的爸爸妈妈和好啊，然后要去爱你的丈夫啊，要去爱你的妻子啊。会让人家听了要说还要饶恕人7次不够，还要70个7次。假教师好，他会去避开争议，好，一有问题的时候啊，没我的事情，下礼拜我不来了。好，一有冲突的时候，他就消失不见。但是真的教师是看见有冲突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冲突，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冲突，他愿意在中间好去再成为那个中保。去调停。假教师唯我独尊，好，都听我的，好，你们都不用动大脑，都不用想，听我的就对。但是真的教师，好，说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它是一个 open 的，是一个开放学习的。假教师自吹自擂，讲自己多厉害，讲自己邀功，好，讲自己多会传福音，讲自己多会祷告，很多的神迹。真正的教师，他表现的是他的谦卑，他会讲出他自己的不足，他会讲出他自己的软弱，或是他敢讲出他自己的失败。假教师不鼓励信徒思考，大家的脑袋好都放空，大家好只听好简单好易懂好1、2、3，然后就结束。可是真的教师好是要你思考再思考，就好像在出一个数学题目一样。上帝也是透过圣经，要我们思考再思考，好，让我们的脑袋好不是只有简单的1、2、3，把它背下来就好。假教师呢，特别在财务上面不受监督，好，他连自己的钱都管理不好，连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他就没有办法管理上帝的教会。当然，天上的家也是一塌糊涂。但是真正的教师，他会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也会忠心。好，对于每一分钱，对于他自己的时间、恩赐、才干，他都会相当的看重啊。所以，上帝给我们权柄，要做一个真教师。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上帝给你权柄，成为一个真教师。上帝给你权柄，成为一个真教师。你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教师呢？你要读健全的教义，你要读整本的圣经。所以大家的期末考已经快要考，可能要准备开始了，好，或是已经正在准备，有的人已经毕业了。好，从你现在这个学期结束，
到你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好，你可能有2个月、3个月的时间，你是不是能够读完一卷书？好，牧师不是说你读完一本圣经，而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一个挑战，在你利用有这个暑假好的空档的期间，至少读完1卷书，从头到尾，而且不是只有读过去，你要好好的把它消化，你要好好的把它咀嚼，像在吃苦瓜一样，吃出这个甜味，吃出那个甘味，让你能够好去享受好上帝的话。当你享受到了，你就有一个 authority 在你的身上。最后，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就是公义的冠冕啊。我们来读6章8节啊，我们来读英文的，我们来考考大家的英文程度啊，来读看看。For I am already being poured out like a drink offering, and the time for my departure is near.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Now there is in store for me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ness judge, will award to me on that day, and not only to me, but also to all who have longed for his appearing. 好，上帝啊，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让我们跑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我已经打完了那个美好的仗。好，在中文里面，好可能没有办法看出来，可是英文很清楚，那是一个过去完成时。这个 good fight， 好，是我亲自 try 的，我亲自打过的，不是我听过或是我看过而已，是我自己亲身去经历。好，当然这个 fight 也等于是一个 race， 好，是一个赛跑，是一个竞赛。然后呢 ，I have finished， 好，我已经完成了好的 race， 好，我已经完成了这个竞赛。最后呢 ，I have kept the faith， 好，我已经守住了这个信仰。所以竞赛的赛跑我已跑过，该跑的全程我已跑完，该守的信仰我已守住啊！好，这3句话好，请大家用中文来读：竞争的赛跑我已跑过，该跑的全程我已跑完，该守的信仰我已守住。有跑过马拉松的请举手。有，好，1、2、3，好。马拉松吗？半马还是全马？半马，半马要跑13公里。啊？半马21哦，啊，半马是21，好啊，全马42，好，42.1，好，这个距离呢，就是从希腊跑到雅典，好，就是跑完这个，这是那时候他们打完这个战，好，打战之后，好，那个人就是跑了40几公里，说啊，胜利了，胜利了。结果他讲完这几句话，他就死了，好，所以他就认为说，这就是全马，好，一个人一次可以跑完的距离啊。跑该跑的全程，好，当你在跑这个21或是42，好，这样的全程的时候呢，好，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我现在刚才讲像吃苦瓜的体验。刚开始的时候，开跑了，起跑的时候觉得还 OK。什么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呢？好，中间还是快要结束？是在过了中间到快要结束前面啊，中的这一段好是最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意志力好快要受不了，好，因为虽然你已经跑了一半，好，但是你还有一半，而且呢，可能你会觉得哇，我到底跑得完跑不完？好，然后你要跟自己的意志在搏斗，然后也要跟自己的体力在搏斗，好，所以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呢，好，其实虽然好你的身体也在处理，可是你的脑筋也是在跟自己在挑战哦。而我们的这个荣耀呢，就是要不断的去胜过自己，好，不断的去胜过自己，让自己呢，好，能够通过那个终点，能够跑完全程。我们的信仰的全程是在什么时候？不是在你受洗，也不是在你当上长老，
也不是你成为牧师退休的那一天，都不是。你的信仰的全程，也不是在你死了离开世界的时候，信仰的全程是在我们见到耶稣的那一天才是终点哦。好，所以跟你旁边人说，见到耶稣那一天才是我们信仰的终点。见到耶稣的那一天，才是我们信仰的终点。好，这个 finish 的这个 goal 就是我们能够 meet Jesus。好，那一天，好，在那一天见到耶稣的那一天，所以你要让自己的意志力知道说，我要不断的跑，继续再跑，而不要认为说，哦，我来教会已经来3年的够了，我不想再来了。好，其实后面的路还很长。也不要认为说，好，我已经服侍，我当过同工，我当过招待，我当过营长了，我已经当过了，我够了，我可以不用再当了，还差得远呢。即便你当了一位牧师，即便你当了一位40年的牧师，你离见耶稣的那一天的终点还有多远，你也不晓得。可能上帝还有很多的事情要你继续的跑，继续的努力。所以不是说我退休了，然后我就可以安然的见耶稣，而是要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保罗说，好，他写这封书信，好，说他牺牲自己的时候到了，他已经把他的人生可以跑的路都跑完了。过去，好，上帝要他从第一次传福音、第2次传福音，甚至第3次，好，他去到了这个以弗所，去到了哥林多，去到了罗马，甚至在罗马的监狱。离开监狱之后，上帝没有让他死，还让他还可以活得出来，所以他又继续去传福音。好，据传他还跑到了西班牙去，好，去到了 Spain， 好，去到那时候世界最远的地方。好，他就是想要把这样福音带去。可是他去传福音，绝对不是说，哦，你要不要信耶稣？好，信耶稣，好，就信完耶稣就拜拜。没有，他去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停在那里。譬如说，他去到哥林多、希腊，他就那边住了18个月。他去到了以弗所，他就在那边2年3个月。他去到一个地方，好，他而且不是只有去1次，好，哥林多他至少去了4次，写了4封信给他们。而且呢，我们读提摩太后书，读到后面你会看到保罗念出以弗所教会人的名字，总共念了16个还20几个人的名字。他跟这个教会人的人，好，都是有保持的关系的，好，而不是我离开了就没我的事，好，就再见。没有，他们这个 relationship 还是保持得很好。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到后书总共出现3次那美好的仗，好，总共出现3次，分别在第1章前书的1章18节，前书的6章12节，还有后书的4章18节。是18节吗？对不起，4章8节，好，多了一个1。好，4章7节啦，后书的4章7节。好，但是在英文里面呢，这3句话就不一样了。Fight the battle well, fight the good fight, fought the good fight。好，所以这3句话呢，在英文里面，好，它就有不一样的形态和词态来表达。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是告诉提摩太，你的目标好就是要去，然后到前书的第6章，好，就是你要继续的去。但是到了最后呢，好，就是已经完成了。好，说我已经在你的前面做给你看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建造天上的家，而这天上的家，好，是上帝所为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创造、去建造、去回应。因为当我们听了上帝的话，去施行、去遵行，就是聪明的人。然后呢，把房子怎么样盖在磐石上面。所以每一次你把上帝的话听到，然后去做 ，listen and to do， 好，到 listen and to do， 就是在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就是教会。你把这个房子盖在教会上面，就是我们天上的家。所以，我们天上的家，就是我们每将一句话学习起来，然后放在心里面去做；每将一句话学习起来，存放在心里面去做。你天上的家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盖起来。
当你学的越多，做的越多，将来你去到你天上的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的家可能比101还要高，可能将来你在天上的家，可能比这个美国都叫做 Walmart， 台湾就要说是这个 Costco， 可能将来你在天上的家都比一间的 Costco 还要大间，因为这是你把上帝的话一点一滴的去累积下来的。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分组分享的时间，你可以来分享这3个礼拜，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家、上帝的家、天上的家，来自于提摩太前后书。你有学习到什么宝贵的功课，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你吃苦瓜吃出哪一个甜味呢？第二个，为了耶稣的国度、权柄和荣耀，这3件事情，我愿意牺牲什么呢？还有将来天上的家，你觉得它会长什么样子？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家会不会完工，还是变成龙潭的鬼屋？有没有看过龙潭的鬼屋？没有，哎，我们桃园人应该要去看一下龙潭那些鬼屋。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上个月我还去的看到，还是一样。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哎，就要请那个恩典啦，好，这个恩典他家那里，好，这个龙潭的鬼屋，好，矗立在那个地方，好，只有盖出一个壳，好，然后钢筋水泥，后面就没有了，一直到今天，好，都草都爬上去。我们天上的家会不会是盖一半？好，本来可以盖一个天上的豪宅，结果呢荒废了呢？好，而我们也可以在分组当中来祷告。我的圣经是跟谁学的？好，更重要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进入真理，也求上帝让我们管好自己的家，服侍上帝的家，将来能够荣归天上的家。还有呢，牧师也期待，好，在退休会的时候，牧师有在分组当中有去分享，好，上帝给我的负担和感动。好，那你也可以去分享你的祷告、你的祈祷负担，在你要离开世界以前。好，因为牧师今年就要50岁了，好，所以我的人生呢，好，已经是在过下半场的人生。但是呢，在我下半场人生，好，我觉得上帝要我去完成什么还没有完成的，我必须要完成。如果我不能完成，我要请谁来继续来完成？好，是请我的儿子呢，还是要请我的女儿呢？还是要请我们好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样去完成？好，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从座位上好站立起来，我们还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好，也是我们今天的祷告。当你听完今天上帝的话，好，你至少明白你会有自己的家。当你有自己的家管理好，你才能够好好的管理上帝的家。而当你开始管理上帝的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管理你将来天上的家。这些家住最久的就是你天上的家，因为那是一个 eternal life， 是一个永远的家，永恒的生命。那是一个美无比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地方能够相比的地方。求上帝让我们从现在就看见，上帝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天上的家，而这个家是我们听了上帝的话，回应去遵行，一点一滴建造起来的。我们用这首诗歌成我们的祷告，也愿上帝的灵感动你，感动我们，来建造天上的家。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就如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
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求你坚守我心情，我的意念，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荣耀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荣耀中敬拜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位上帝中心的儿女，进入上帝的国度，领受上帝给你的权柄，直到见荣耀的主的那一面？你若愿意，你就必须要好好的来聆听上帝的话。你若愿意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你就必须好好来遵行上帝的旨意。你是否愿意在你接下来的人生当中，愿意用更多的心，用更多的精神，更多的专注来读上帝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若愿意成为一位教会中属神的人，你必须要有健全的教义，要来读整本的圣经。你可以跟上帝求，跟上帝祷告，帮助你，让你可以花时间读上帝的话。即便你需要有时间追剧，你需要有时间
想看的电影，你需要有时间玩 game， 你需要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运动、餐厅或爱吃的东西。但是你可以跟上帝求，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没有办法把 game 带到天上的家，你没有办法把你在游戏当中所有的奖赏、所有的成就、所有的 honor 可以带到天上上帝的家中。唯一能够带去的就是上帝他的话，因为天地要废去，只有上帝的话是一点一画永不废去。真正对你的生命有帮助，带来真正的养分，带来真正的刚强，带来真正的茁壮，也是上帝的话。让你跟上帝求，为自己来祷告，在今年2024年当中，你要读完1卷圣经，至少要读过1卷圣经，让圣经66卷当中有1卷是能够在你今年当中陪你走过，在你人生当中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孩子来祷告，请你赏赐你的圣灵 Holy Spirit 保惠师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殷勤学习上帝的话，并且遵守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来建造我们天上的家。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的祈求。愿上帝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我们一起来奉献。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声音，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亲爱的上帝，谢谢你赐下圣经给我们，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人生观，帮助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成为属灵的父母。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来为你所用，求你来悦纳。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阿门。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继续来敬拜，我们要一起拍手来敬拜，可以吗？跟我们一起拍手。我们要将我们的掌声也成为敬拜，要献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掌声不要停哦。我有人渴慕真理，只要盼望的能力，来教告我救主的生命。我有人饥渴慕你，寻找真正的生命，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谁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意，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意。谁与我同行？谁与我同行？
行。在没有时分去的耶稣，神与我同行。不惧怕，不羞愧，有自由与他同行。请举手来说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主啊，你的恩典与能力现在就要降临。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与我同行，他爱降临，掌管全地。恩典和能力，恩典和能力，他爱降临，掌管全地。神曾在这里。哈利路亚！给耶稣一个热烈的掌声，还想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还想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牧师祷告，希望有一天你和你的家都在上帝的家一起来服侍他，而且呢，当你越服侍，你在天上的家就越荣美，而且越充满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并且能够在上帝的家中来服侍，借着上帝的话来建造在天上永恒的家，并且你和你家都要侍奉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把掌声、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请坐。Hello， 大家好。Hello， 好。那欢迎大家就是来到今天的周六礼拜。大家晚安。那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事项吧。好，首先第一则报告，我们在下周六，也就是6月22号，那当天呢会在南坎教会联合礼拜，那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到9点半。那当天会需要请大家就是自行前往，我们会在晚上的6点半，晚上的6点呢，在南坎教会的门口集合。那详细内容呢，请再留意小组的群组。好，下一则是对这个。OK，请大家留意，就是当周周六礼拜会暂停聚会，所以如果当天没有办法来参加的，可以参加周日的礼拜。好，下一个部分呢，是为了使礼拜的程序可以更为顺畅，所以在礼拜的程序部分有做了以下的调整。在台语场的会前礼拜呢，会是8点50分开始，礼拜是9点开始，华语礼拜是10点半开始。那程序的部分是取消公祷，并将报告跟奉献的顺序对调。那我们在6月23号跟6月30号的时候会试办，给大家适应一下之后，7月7号开始会正式实施，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圣经共读的部分呢，会共读的书卷会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那现在应该已经到了提摩太后书，那会一直持续到6月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华语场呢会是晚上的8点到8点半，台语场则是早上的7点到7点半。会议的代码和网址呢，请参阅周报。好的，以上就是消息报告，接下来是小组的时间喽。家亲小组是在礼拜堂的舞台左侧，直直状是在吧台旁边的空地，那就小组见见喽。